原來藥樽一打開過，入邊嘅乾燥劑同埋棉花就要即刻抌咗佢。藥樽入邊除咗一嚿棉花，入邊仲有一包仔寫住 Do Not Eat 嘅乾燥劑。乜佢哋唔係攞嚟吸濕嘅咩？呢啲咁細包嘅乾燥劑，佢嘅吸濕容量只係計由出廠去到未開封之前，佢嘅設計就係喺呢個密封嘅藥樽入邊吸收埋入邊剩低極微量嘅水分。而香港嘅濕度長期喺80%，所以一打開個藥樽，乾燥劑就已經吸滿咗水。如果有溫度嘅變化，反而仲會放濕添。藥樽入邊嗰嚿棉花都係為咗防止運送中碰撞。當你開封咗之後，棉花就會吸收水氣，同埋佢會貼住啲藥丸，好似濕敷咁就會加速咗藥丸受潮。見到啲藥丸變色就係變壞咗噶啦。而最重要就係冇洗手就伸隻手入去攞藥，啲細菌同油脂都會污染啲藥物。除非佢個藥樽有寫明請保留乾燥劑於瓶內，又或者佢將包乾燥劑黐死咗喺樽蓋入邊，咁就要保留翻包乾燥劑喺藥樽入邊。如果啲藥丸開咗之後好快就變壞，可能就係放咗喺唔啱嘅地方，好似浴室、廚房同埋窗台。放喺浴室會好濕，喺廚房會好熱，窗台就會好曬。大部分嘅藥丸包裝都會有避光嘅設計，大多數嘅藥都要喺25度以下，相對濕度低過60%。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 NIH 同埋美國藥典 USP 嘅建議，一旦藥樽打開，入邊嘅乾燥劑同埋棉花都要即刻抌咗佢。咁究竟你會唔會一打開個藥樽就即刻攞入邊嘅棉花同埋乾燥劑出嚟，定係都覺得佢哋都有用嘅？我都想知究竟你會點做呢？快啲訂閱威醫生活懶人包啦！支持我講多啲點樣揀最好嘅產品。每日準時拍幾粒藥，好似完成咗對身體嘅任務咁。其實真正對自己好係去揾一間有心機煮嘅餐廳，食一餐真正有營養、有靈魂嘅好嘢食。食得好，心情靚，身體自然好。但問題嚟啦，想食好啲，但係成日都中伏。明明網上面個個都話正，點知自己食完。所以絕對係口味嘅問題。我決定開個 channel， 唔係要做專業嘅食評人，而係做一個口味配對，大家口味相似嘅 group 埋一齊，食評嘅可信性就高好多。入group嘅方法好簡單，只要撳下面資訊欄嘅 Google Form， 寫低你最中意、最常去嘅餐廳，我就會根據呢啲資料幫你配對翻一班口味最夾嘅靈魂食友。喺未成功配對之前呢，你可以先入去路食懶人包嗰個基地度傾下究竟你食咗啲咩，唔使特登影靚相，食到一半先影都得㗎。最緊要係大家分享最真實嘅味道，你嘅感受先係最重要㗎。快啲 cap 低我呢幅 QR code 填咗佢啦，真係會配對到㗎。